各位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嘅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當教區正如火如荼嘅準備即將舉行嘅第14屆香港島教區議會之際，我盼望大家係以歡欣喜樂嘅心回顧過去2年教區嘅發展。喺上帝奇妙嘅恩典同埋帶領之下，藉着作主門徒興旺教會嘅主題，我哋一齊係積極學習如何認真嘅去跟從主。透過531運動、主教查經約會、教會開放日、教區培靈會、教區佈道會、管家精神嘅查經等等，讓大家更加明白跟隨主嘅意義和甘甜。為到各牧區傳道區喺過去2年嘅努力同埋成長，我係既興奮又感恩。多謝大家嘅付出，願意上帝繼續祝福你哋。第14屆教區議會將喺11月嘅16日開始，至到11月嘅19日。今屆嘅議會主題係裝備門徒，共建教會。身為主嘅門徒，我哋需要接受係有系統嘅裝備，只能夠喺今日嘅大時代係能夠為主作鹽作光，作主合用嘅器皿。喺未來嘅呢2年，我哋教區將會係舉辦短期嘅事工同埋領袖嘅訓練課程，亦會係強調喺群體嘅裏邊，大家係點樣彼此建立、同行以及扶持。一方面，我哋係要裝備自己成為堅實嘅門徒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哋要積極係建立新嘅門徒，以共同建立基督嘅身體，就係教會。我更加希望係將531運動以及管家精神能夠恆常化，使佢哋成為信徒生命裏邊好自然流露嘅一部分，讓教會能夠係更加務實有效嘅去培育信徒，關心軟弱者以及拓展天國嘅大工程。呢啲都係需要大家積極嘅去參與。教區議會唔單止係教會事務同埋決策性嘅會議，更加係上帝將佢嘅異象啟示俾教會嘅途徑。因此，全個教區應該喺呢個階段係作謙卑懇切嘅禱告，係十分之重要嘅。我懇請大家為到教區喺各堂週刊裏邊刊登嘅事項，我哋懇切嘅祈禱，求上帝聖靈充滿與會者，並使用今屆嘅議會作美好嘅事。與此同時，歡迎大家就教會嘅發展提出意見，藉著各堂嘅教區議會喺議會裏邊去表達，使到我哋能夠聆聽全教會嘅聲音，裝備門徒，共建教會。喺未來嘅2年，讓我哋以謙卑嘅心去學習、接受裝備，建立我哋所愛嘅教會，奉獻於上帝，讓佢使用。願上帝祝福大家，以及祝福香港島教區嘅發展，榮歸上主。